一年一任的国民党书记长任期即将下令，议会国民党团25号经过协调，最后由议员林彦照得到上侪同意票，将出任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新任的书记长。伊未来的目标，就是希望会当找找出更侪代表国民党的年轻议员以及里长参选人。党团更走向说未来在不管是记者会的部分，还有就是说国民党因为人数也少。希望说能在各地方去找议员可以参选的，包括里长可以参选的哈。那就是说未来我们党团的运作，就是由书记长、跟副书长、跟发言人那共同来把党团就是说运作得更好。希望说在下一届的选举可以找出更优秀的，我刚刚讲过的里长跟议员年轻人的部分，那让我们党团未来就是说。选举的时候有更多的里长、更多的新人的议员可以参与。除了找到更侪志愿相同的朋友做伙加入国民党，林彦照也希望未来国民党伫议会席次会当过半，这拢是伊的目标。议会国民党团书记长交接，预计将伫这次定期会后结束时举办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